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係希伯來書第9章22節。以往人犯咗罪，人嘅罪要得到塗抹，蒙神赦免，神就要人做一件事嚟到表出神赦罪嗰個原則，就係話神吩咐人用一隻羊羔劏咗佢，流血，咁樣藉着祭司獻祭，咁就使人嘅罪就得赦免。其實羊嘅血又點能夠除去人嘅罪呢？呢啲係畜生嘅血，比起我哋人差得遠。不過神係咁樣做嚟到表明出人犯咗罪，佢嘅結局係死亡。死亡就係失去生命，所以流血呢就係失去生命。在血嘅裏頭有生命，生命在血裏。人有血就有生命，人冇血人就冇生命。所以人嘅血流出嚟就係話人嘅生命失去。今日人犯咗罪，神要俾人認識人犯嘅罪要失去生命。所以朋友，你唔好以為犯罪好好玩嘅事，講一句大話係罪，貪心係罪，驕傲係罪，當然其他嗰啲就更加係罪。罪會帶嚟一個結局係好可怕噶，嗰個可怕嘅程度就係話人犯咗罪，佢嘅結局係永死，永遠在地獄裏邊受死嘅痛苦。你睇幾嚴重？今日好多人唔認識罪嘅結局係咁可怕，人隨便犯罪，講大話隨隨便便，你呃我，我呃翻轉頭，偷嘢，做嗰啲壞嘅事，人講得好隨便，人個良心完全咧好似被熱嘅鐵落咗，落到慣晒、麻木晒、冇晒感覺，甚至到今日人以為犯罪越犯得污穢，越榮譽越高興，越以為自己本事。你可想今日人墮落到咩地步？其實罪係何等嚴重一件事。神話俾我哋聽，罪嘅結局係死嚟。呢個唔單止我哋身體死亡嘅原因係因為犯罪，還有將來人落地獄嘅原因，亦係因為人犯罪。睇下，既然人犯罪嘅結局係死，所以如果人能夠揾到一個方法，有一個另外一個生命能夠代替咗我哋死，咁我哋就唔使死啦。唔好忘記我哋只有一條命。我再講，唔好忘記你同我只有一條命。我哋一失去就冇。係啦，如果我哋有2條命，當我哋犯咗罪嘅時候，我哋將一條嚟去彌補，嚟到償還嗰個犯罪嘅工價，就係死。咁我哋仲可以生，因為我哋仲有一條。但係唔好忘記，你只有一條。但係罪我哋已經犯咗，就係話我哋只有嗰條命要付出嚟。換一句話講，我哋等候死亡。咁呢個係好悲慘嘅，人類好悲慘嘅結局。所以呢，人需要尋找一個方法，找一個生命嚟到咧代替我哋死。但有邊個能夠代替我哋人咁高貴嘅生命而死呢？冇。喺舊約嘅時代，以前神叫人用羊仔，咁就表示呢係一個意思，就係話佢必須付出羊嘅生命，嗰個生命流出嗰個血，然後能夠解決咗我哋因犯罪而帶嚟嘅死亡。呢一個係不能改變嘅原則。所以若不流血，
罪就不得赦免，係咁解。但係到呢個時候，神再吩咐人用羊仔嚟贖人嘅罪。喺舊約不過係預表出喺新約裏邊一個好寶貝嘅原則，亦係表現出一件好偉大神嘅救贖嘅事情。我哋呢個人犯咗罪要死亡，原本應該揾翻一個人冇罪嘅嚟替我哋，咁我哋就保存我哋嘅生命。但係去邊度揾一個冇罪嘅人呢？唔可能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全世界嘅人冚唪唥都犯晒罪，冇。第二個唔可能，就算揾到一個唔犯罪嘅人，佢又點肯嚟代替你而死呢？佢都只有一條命，絕對唔可能。所以我哋喺世界喺人間，我哋揾唔到一個救法，我哋揾唔到一個代替我哋因犯罪而帶嚟嘅死亡嗰一個拯救，我哋揾唔到。因此神就要為我哋做，因為神愛你愛我。神既然愛你愛我呢，神就必定為你為我做事。神愛世人，唔單止生養萬物，各樣俾過我哋享受，住一個美麗嘅世界裏邊。神愛我哋，甚至到將佢獨生嘅仔嚟代替你同我。神嘅兒子幾尊貴，神嘅兒子嘅生命幾榮耀，幾聖潔無罪，所以佢足夠有餘嚟到代替你，亦代替我，代替所有世人嘅罪，因為佢係神兒子耶穌。為咗咁，神將佢嘅仔耶穌嚟做罪人嘅代替，成為人咁樣嘅樣式，帶住一個肉身嚟到世界，咁就完全代替咗你。所以耶穌嚟世界必定要死。如果耶穌嚟到世界唔死，佢不能贖我哋嘅罪，佢不能救我哋。佢雖然嚟到世界做人，但係仍然不能救你救我。佢必須要釘落十字架，死，流出佢嘅血，因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今日我哋信耶穌嘅人，我哋嘅罪得赦，係因為耶穌替我付出佢嘅生命，因為耶穌替我流出佢嘅血。原本我犯罪，我應該死嘅，但係耶穌因為愛我嘅緣故，佢替我死。你犯罪應該滅亡嘅，但係耶穌愛你嘅緣故，替你死咗，使你唔使滅亡。冇錯，我哋呢個肉身梗要死，因為犯咗罪，呢個肉身冇得挽回嘅，絕對冇。但係將來嗰個地獄嘅死亡可以，肉身幾十年總有一次啦，嗰個唔講佢啦。但係將來個永遠好緊要。神竟然將佢獨生嘅仔耶穌嚟代替。所以朋友，當你聽到呢書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啊，有邊一個人愛我好似主耶穌？世界上有邊一個朋友愛我好似主耶穌？有邊一個做父母嘅愛我好似主耶穌？就算話佢肯替我死，佢都不能解決我嘅問題，因為佢都有罪。難得幸而我哋有一位救主，係神獨生嘅仔耶穌。神竟然肯將佢獨生嘅仔為咗愛你愛我，救你出死入生嘅緣故嚟犧牲。神只有一個兒子，但係佢將佢呢個獨一嘅兒子為着你愛你拯救你嘅緣故而犧牲。朋友，你嘅心有冇受感動？因為咁愛我嘅神，只有一位仔，獨生嘅仔，但為着要救你免於將來嘅死亡，佢甘心樂意將佢嘅仔為你犧牲，釘喺一個好咒詛痛苦嘅十字架上。
流出聖潔無罪嘅血，就係神兒子嘅血。知道我哋呢一啲嘅罪人，污穢犯罪嘅罪人，一嚟到佢面前，佢嘅寶血都洗乾淨，使我哋潔白超乎雪，成為新造嘅人。哦，一位咁寶貝嘅救主，你點能夠拒絕佢呢？一個咁寶貝嘅救贖，你點能夠唔接受成為你嘅救恩？你點能夠唔馬上嚟到歸向佢，使你可以脫離將來永遠嘅死亡，享受佢赦罪嘅喜樂同埋平安？所以朋友，現在係你嘅機會，我相信主正係在你嘅心外敲門，佢要俾你睇，佢也曾為你釘穿嘅手，為你流血贖你嘅罪，你點能夠拒絕佢？所以你當馬上將你嘅心門打開，你承認你嘅罪，你今日靠賴神兒子耶穌嘅寶血，在十字架上為你替死嘅功勞，死而復活嘅大能，信靠佢，接納佢，使你今日嘅罪得赦，能夠出死入生，免去將來神嘅憤怒同埋地獄嘅死亡。若不流血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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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